台北科技大学希望变更都市计划，将部分台北美术工厂的土地用来做因的校地。今仔日当地里长甲台州的工会代表，搁再出来抗议，表达反对，指控北科大将因家己的大楼租予人，即来甲美术工厂抢土地。不过北科大是讲这是不实指控。伫咧国土管理署外口有白布条啊，搁再组织抗议，针对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专案小组。再去讨论变更中山区都市计划的案件，台州工会联合会理事长赵明元强调讲，反对北科大使用台北美术工厂的土地，把台湾啤酒发源地活啤酒产业文化活活的杀死。建国啤酒厂是全民的资产，不是北科大的资产。当地里长不满，这个案件是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任内快速通过。呼吁应该爱重新调查。里长阁指控讲，北科大有真侪大楼煞甘愿租出去，煞阁走来台北美术的工厂抢土地。他们的租金的收入预算都高达2亿左右。北科大的大楼拢在租人，因哪有欠校地？北科大强调讲，迄当阵行政院为着整合文化资源保存、高教资源充足，阁有国有土地活化，协调各单位得到共识。同意甲部分台北美术工厂的土地拨予因使用，即阵里长的指控是无实在的。产学合作的空间都是为了希望能够降低学用落差，还有跟我们学校老师共同合作所设立的共同研究的中心，它负有很重要的这个技职教育的意义在里面。反对者诉求讲，美术工厂的土地袂当切割，应该要完整保留。北科大是强调讲，因是有专业甲经费，会当好好保存古迹。再去都委会专案小组听正反两边的意见了后，会甲这寡意见整合，搁交予大会来审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